希望大家可以上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，訂閱係完全免費㗎，多謝。相片嘅工具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，叫做 pizza stone。做 pizza 最重要係有個高溫嘅焗爐，呢塊磚可以令熱力存喺入面，令焗出嚟嘅 pizza 會喺最短嘅時間焗好。將凍水同乾酵母攪勻，將所有餅皮嘅材料放入攪拌器，用低速1度攪5分鐘。攪完5分鐘之後，用保鮮紙或者布或者蓋冚住佢，由得麵團發酵15分鐘。15分鐘之後，再開攪拌機，用低速2度，再攪多5分鐘。用少少麵粉灑喺台面，搓麵團大概5分鐘。因為係普通焗爐嘅關係，所以我將麵團1分為2。如果你屋企嘅焗爐可以去到攝氏250度至300度嘅話，你就唔需要切開2個。將麵團如影片搓成波波形狀。加少少油，避免麵團黐底，因為而家會放入雪櫃發酵2個鐘。
2個鐘頭話咁快又到，將麵團攞出嚟，放喺室溫30分鐘。手粉係用黃色粗粒小麥粉2湯匙，再加麵粉2湯匙攪勻，灑喺台面同麵團表面。魚影片做成 pizza 形狀，用2個拳頭魚影片輕輕拉薄麵團，留意唔好太大力。因為係做芝心批嘅關係，所以餅皮邊緣需要碌薄。我冇帶到我個武器係新嗰碌麵棍 rolling pin， 所以唯有用 pizza 鏟個柄去碌。希望大家唔好見笑。呢度係需要點少少水，去令到包住芝心嘅邊邊黐實。包完之後，就可以用油掃，將蒜蓉加橄欖油掃上 pizza 嘅邊邊同表面。之後魚影片再加番茄醬。pizza 鏟需要灑少少手粉喺表面，咁樣 pizza 就唔會黐實個鏟。呢度要俾少少耐性，慢慢將 pizza 移過去個鏟度。因為係芝心批嘅關係，所以我建議唔好用戳嘅方法上鏟。焗爐預熱最高溫度1小時，並且將 pizza stone 放到焗爐最上層，預熱1個小時之後，就可以放個 pizza 入去，焗5分鐘。焗爐千祈唔好熄火，攞返個 pizza 出嚟，你會發覺 pizza 已經稍為硬咗。而家就可以放上你喜歡嘅食材。
好，跟住就可以再放返入去個焗爐，焗到金黃色。不過要留意一點，唔可以超過20分鐘。如果唔係，個餅會太硬。